在日本访问的郭文哲，昨昏是伫日本演讲。昨下晡，佮专工去拜会咱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。谢中廷是表示，接待郭文哲也并无压力。若郭文哲嘛讲，谢中廷一直对伊拢真照顾，所以伊嘛当面向伊说多谢。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不好，仍然要改变哦。以后如果你有权利可以改哈。 趣味拍笑开，典型两个人好交情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继续访问日本的行程，来到驻日代表处拜会。谢中廷也和外界解读是要修补甲民进党的关系。我们这个代表处是代表台湾，哦，不是代表政党，也不代表任何个人。我们没有秘密会议公开透明的。对两化议题，郭文哲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讲，民众党若执政会致力伫两化对话，也批评民进党甲中国完全无道对话。国民党是对中国伤过顺从，台湾人民已经失去对国民党甲中国对话信任。若是当选总统，也拍算向中国询问九二共识的定义。我没有看过真正中国官方版本很清楚的定义九二共识是什么，就好像你叫我买东西。 他又不告诉我那个东西是什么，只是叫我掏钱，我就觉得这实在是没有逻辑的。郭文哲讲到钓鱼台，表示一般台湾人并无想要伫这块土地，只要用伫遐掠鱼就用的。这款的话，理论上比较应甲日本来达成共识。我的态度是这样的，有争议的后面处理，没有争议的先，但是也不要为了说一直在主权，那台湾的渔民不能去捕鱼，这更严重了。 另外，郭文哲也到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，成员有相当比例是日本自卫队、海军甲陆军的退役将领。对着开讲什么，郭文哲表示，单位开设国防需要保持机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